頭髮很長哦。錯啊，頭髮漂就像甜那些嘞。大家看，那頭髮梳下的頭髮變很長呢。真經動講，不過小漢，因為呢，阿妹，你頭髮漂雖然動講，不過未清采高呢。一定要為采高，花開的講就係要本人欣賞嘅呀。你看，你掉在下來嘅時節，真經動講，本人感覺身材顯堅強呀。不過，貼在體面後，就無人會痛下去，因為本人感覺無形上加出，令人踐踏。按樣看來，唔係清采高係。不過，我唔係就係按樣咩，只注意開到燦爛嘅髮，萬人會去注意車體後嘅髮變什麼嘅樣咩？我上係感覺佢條當采高啊！小漢啊，其實啊，人每一項嘅生活各有佢生存嘅基礎呢。阿希爸，那個意思啊？來，俺就將了同髮梳來做比喻。你看，那個同髮梳，佢同髮盛開嘅時節呢，俺人啊，就提到了樹下，感受像雪花般變下來嘅頭髮，黑你啊，就像森林仙境一般的美景啊，感覺清強呢。係啊，再過來呢，我倆到頭髮開剔以後，會結子哦，結嘅頭髮子，俺就做得拿來白做桐油，本俺人使用的呀。頭髮車剔，係咪結成頭髮子啊？係哦，古時咧，你呀得啊，看到嘅只是倆頭髮梳短短嘅髮髻，其實啊，倆頭髮梳嘅一生啊，就為俺人類做嘅服務咧。哇，嘅同事很偉大啊！所以你還會感覺頭髮清采高嗎？哼，這是因為阿希爸有介紹同事存在嘅價值，才唔會本人感覺采高。你也反抗你，又唔係你想出來嘅。你樣誒，你樣誒，哪個剛才係？好嘞，你哋話好吵嘞，既然你哋知曉紅書嘅厲害，第二條以後將來生意，我會做嘅有用經驗，好，對咧。那係你哋感覺頭髮長過，不過你將了頭髮梳起了，將佢哋埋藏在體內，也做得用出佢美麗嘅一面，也可免本世人踐踏。好。
將府的背後，就將兩把埋起來。哈！来，要不然也好嘞，老命得快，用落去。好。阿妹，俺紅包買好嘞？買好嘞，買好，俺就按算咯。好，阿是爸將來了，母油將來了，阿爺叔妹將來了，小漢將來了。回想當初的日子，那個逍遙自在，雖然阿喜敗家，只是惜我愛我，當然。我帶在身上的錢，本也偏強強，也下個個日子啊，真係兩班的困難，全部係啊，我自作自受的。但看眼前，無想將來，尚無落得安樣的下場。想不到，在老輩流浪安多年了。好的，竟然要進同花村，唔得阿姨啊，我得明白，係唔係要再拖個姑娘啊？
歲數當年，不應該有結後啊，是愛人才富家中，不敵富光，自立非要一当空。可憐小子有生子，世事炎炎受害人，若要真的救心恨，恨就是來家的，有手有緣兩歸依，賣家永遠黑年人，有情當年受過子，是高到原來天晴。唉，講到太守子，是才過啊，因為思念成疾，終究藥生無效，經過身了。老爺真的要來後悔啊！後來我去當年挑剔小少爺的威慄，我親近小少爺，原來就見過10年了。小少爺一喊錯世間，就當然有可能前面轉來，那係當時本衙處失態，該用辦前面轉。老爺，你真是為難我呀！賣家來為你挑花苗，黑山黑樹難明哪了，騎呀忙，騎馬飛，手手啊呀！本得
希望啊，春啊，我来呀，公马步啊，来参啊，神啊，原谅啊，口啊，该呀，平生啊，望啊，期盼啊，福啊，情。果真深啊，想不到那生无有一次好运，一两十年。不过方才丈夫如虹，佢也用一啲爱去送爱嘅来嘅，万地夫妻拜叫，思穷都是意乱，总系本人之手，系拜叫佢嘅来嘅，已經好不容易。苦盡甘來，各種創業，卻又係擺脫不了皮受的傷害。那係嫁了父親來輔助奉養，豈不是為不同了的？我有一個拜叫嘅父親，不能幫助我各樣행動，又為妨礙我步步高升啊！不過父親辛苦養我也不能不怪父親。對了，不如就送掉的安家費轉回家中，就本父親在桐花村安養天年吧。阿爸，你唔好怪我父親。